歡迎嚟到連結呢個頻道，我係張師奶。師奶閱閱讀充實心靈。我哋生命中出現嘅每一個人，無論係深愛我哋嘅，抑或係傷害我哋嘅，其實都唔係偶然。朵洛莉絲喺書入面引入咗一個非常震撼嘅概念：靈魂家族。人與人之間跨越生死嘅連結，究竟係點樣運作嘅呢？靈魂通常係成群結隊一齊輪迴。今生做你父母嘅人，上一世可能係你最好嘅朋友；今生成為你伴侶嘅人，上幾世可能係你嘅兄弟姊妹。你哋會約定喺唔同嘅人世入面互相交換角色，目的只有一個，就係一齊演戲，幫彼此體驗生命。咁生命中遇到嗰啲非常可惡嘅敵人或者對手呢？一樣，甚至有時候嗰個喺今生負責用最殘忍嘅方式磨練你、推動你成長嘅反派，喺靈界其實係一個最親密、最深愛你嘅靈魂。佢因為太愛你，先至願意喺劇本入面幫你扮演一個惡人，只係為咗成就你今生要學習嘅課題。肉體嘅痛苦只係短暫，但係透過衝突、陣痛同遺憾學習到嘅智慧就係永恆。當我哋明白到呢一點，人間嘅怨恨同鬱結就會瞬間被愛融化。所謂嘅敵人，原來喺肉身背後，可能就係我哋最親密嘅靈魂家族成員。身邊每一個佢，其實都用緊唔同嘅方式陪伴我哋完成呢場超越時空嘅約定。